畢業如果你節目咧，而家就會開始㗎啦。有興趣嘅咧，可以去到觀景交流場口位置附近。好，我們會看到一個的 Video Gallery Entrance Venue，我們的這邊演會計劃現在就開始了，到觀景口入口位置附近。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Ocean Park Club Pacific Pier。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歡迎大家嚟到海洋公園太平洋海岸。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海洋公園太平洋海岸。In Pacific Pier, there are two kinds of marine mammals, Havasu and California sea lion.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ur Havasu family to you. 首先，我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呢度其中一種海洋哺乳類各有各的嘞，各有各的。在太平洋海岸，大家可以看到两种哺乳类动物——斑海豹还有加州海狮。在正面前可以看到4个斑海豹，鼻子比较小的3个都是在海洋公园出生的。而其他比较辛苦的斑海豹都是在2000年从美国来的。这样哪些跟他们现今生活的有洋温和欧洲号，有埃登温，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year 2000。喺大家面前總共擁有7隻斑海豹，其中3隻喺海洋公園出世，而另外4隻就喺2000年嚟自美國嗰度。其中年紀最細嘅叫公咧，今年3歲，係男仔嚟嘅，都係喺海洋公園出世嘅。好啦，介紹我哋嘅斑海豹之後，大家知唔知道點樣分別海豹同海獅呢？接下來讓我告訴大家海豹跟海獅有什麼不同吧。You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al and sea lion?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Firstly, sea lion have ear flips, while seal only have ear holes located behind their eyes. 第一個分別就係海獅有外耳殼，而海豹只係有耳窿，冇外耳殼嗰個。哦，有耳朵，有耳朵。跟人一樣有挖耳朵。海豹是没有的。第二，就像朋友一樣，現在你每天會跟他們檢查身體，同他們玩，跟他們開心地度過每一天。我哋一班人從海之海帶翻嚟呢度，好就好似朋友咁樣。訓練員每日都會同佢哋玩，又會同佢哋檢查身體，等佢哋喺海洋公園有個開心又健康嘅生活。好啦，海豹嘅位置示範已經告一段落啦。而家大家可以慢慢行去觀景走廊中間位置等等，我哋嘅海獅家族好快就會同大家見面㗎啦。Okay, now it's time to move forward to the center of the waiting gallery because our